很好沟通的，我不会那样，但该还的时候你要还。好，然后很快，我觉得海边孩子这机场真的很感谢很多人帮我，然后感谢我的乐手杨明，还有这是义务来帮忙，还有今天特别在场的吉他手小龙，小龙在吗？后面，他也穿拉铁的衣服。是假的，没跳进来，很好笑。好，然后还有贝斯手阿力，还有阿力没有来，然后大提琴手松月，可以吗？松月在哪？对。所以我看，不好意思，干嘛？那还有前面几个海边孩子的主办单位，包括好秋啊，台北的，还有那个西门町的华乐留言。高雄的博尔的沃，还有台中的福县，然后台东的铁花村跟花莲的朴实，他们真的很帮我，就是本来有的店家啊，就是他们抽成啊都抽很高的，因为这房租贵嘛，就他们对我来讲，他有时候都傻费时有的都只有拿饮料钱。就很感谢这些主办单位，让我有机会来这边唱歌，我们也谢谢卡不卡？感谢，就是很支持我的粉丝朋友，就我不晓得你们是第几次来，刚刚有测试的感觉好像都至少来2次以上，就谢谢你们的小额投资。就是来每次来听苏毅演唱会这样子，然后买门票，然后我也感谢这几次就义务来帮忙的我的工作人员，德拉，还有我那个朋友安哥，还有大球，服装设计师尖尖，还有美术兵小浩，还有阿国，他们。真的很辛苦哦，因为到处跑，有的时候他们交通费还自付，很可怜。我说这些钱要捐给部落者，你舍得吗？舍不得，舍不得。就是很辛苦的，就够跑完全台湾这样子唱。然后还有很多有些朋友真的是赞助哦，赞助我就是。直接用金钱，我是不太好意思收他们，可是他们就为善不欲人知，就默默的，我也不知道谁，莫名其妙结账的时候多了那么多钱。回去你们会有机会去都兰的话，我的活动从7月1号开始到7月14号，小朋友集中最多的时候是7月11到14这4天这样。5年了，其实该培养出一些干部。他们会让这个活动继续下去的，就是所谓的传统技能的教育训练，也让这些文化的东西可以在他们年轻身上这一辈有机会分享更多人的朋友，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好，最后一首歌，叫你们讲一句很简单的阿美族的单词，叫改油印。这也是我的歌啊，不好意思我打歌啊。那边有卖专辑。